中國行星探測工程天問3號火星樣本返回地球任務，一共遴選出5個合作項目，當中由澳門科技大學牽頭研製嘅火星分子離子成分分析儀成功入選。澳科大話，分析儀將會負責在軌道上收集相關數據，為深化火星環境同宜居性研究提供重要嘅科學數據支撐。由澳門科技大學牽頭研製嘅火星分子離子成分分析儀成功入選天問3號任務軌道器合作項目，成為5個合作載荷之一。該載荷將用於開展火星大氣逃逸過程探測，透過對火星近空間環境中分子離子成分嘅探測，服務於火星大氣損失過程、太陽風、火星相互作用同火星長期氣候演化等關鍵問題研究。澳科大話，分析儀將負責喺軌道上收集空間大氣嘅分子離子成分數據，揭示火星大氣演化機制，並為深化火星環境同宜居性研究提供重要科學數據支撐。我們做的儀器最主要是針對這種比較重的水分子離子、氧氣分子離子、二氧化碳分子離子這方面的，針對這種大氣分子離子的逃逸，早期的研究呢比較注重那種比較輕的逃逸，所以我們現在最主要是想爭取在這方面有所突破。越重的就相對來說比較難逃逸，可是呢它確實逃逸了，它是怎麼樣一個過程，怎麼樣一回事，然後對我們從科學上看看有什麼樣趨勢，如果我們要恢復這種火星的這種宜居性，有沒有辦法？佢又話：今次係澳科大首次承擔硬件研製項目，團隊經過多輪答辯，從28個軌道器合作項目中脫穎而出，充分體現國家航天局嘅信任，亦都展示咗本澳科研界嘅實力。又話團隊將爭取對天問3號返回嘅火星樣本進行分析。澳廣視記者李翠萍報導。